大概听歌哪遮冷静，啊是因为这是高级的场所。不能太大声，好，那我们就很有气质的来介绍一下我自己。谢谢。我上次在高雄的那一场，我忘记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除了我发片之外，我也在今年的9月30号，在台北的新庄红会广场 ZEP New Taipei 要举办我的雄厚的几年巡回演唱会，虽然是巡回演唱会，但今年因为档期只敲得到今年的，然后明年的档期我们现在还在排候补，所以还不知道明年的档期如何。但第一站会选在台北这样子，然后 ZEP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场地，我觉得台湾没有一个地方的音响像 ZEP 这么好。好，然后 7-Eleven iPhone 售票系统都可以买票这样子，因为 7-Eleven 较侪间啊，大家可以比较方便这样啊。如果自己不会操作 iPhone 的话，也可以拜托一下店员这样，好声好气的请他帮你买一下这样子。当店员也不容易啦，还要会好多东西，现在还要会泡珍珠奶茶。我想啊，无用噶，我是讲我不是来打工的嘛，我现在得该来泡手摇饮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，是我在疫情的时候，写的一首歌，然后那个时候这3年大家应该常常都会觉得心里有点孤单啊，希望这条歌会当甲你的心肝来做伴，谢谢。